如果你同你屋企人經常為咗俾唔俾小朋友玩手機，意見分歧好多爭拗嘅話，呢條片會俾到你一個清晰嘅答案。今日介紹俾你呢一本書《失控的焦慮世代》，作者係 Jonathan Haidt。作者指出一個全球化嘅現象，青少年嘅抑鬱症、焦慮症、自殺比率喺2010年開始明顯上升。通過科學數據同調查，作者指出，用手機餵養長大成長兒童，正係受到4大傷害。第一，社交能力下降；第二，睡眠時間被剝奪；第三，注意力嘅碎片化；第四，網絡成癮。而當手機餵養之下長大嘅兒童踏入青春期嘅時候，佢哋更加容易患上抑鬱症、焦慮症。科學嘅證據已經好明顯。扮瞓覺嘅人，你點叫佢都叫唔醒㗎啦。如果你俾我呢條片叫醒咗嘅話，喺留言度打醒啊，我會將呢本書我做嘅學習筆記 PM 俾你。好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